而且会晕车的人，除了食晕车药啊，即摆嘛真时间打这个晕车的大片，上大副作用就是会爱困，尤其是这个大片药效真强，会当持续2-3天，所以大片若摕掉，一定爱切爱洗好清气。 撕下防晕贴片要注意，因为呢它的药效非常的长，所以你如果就这样子直接进来开车的话呢，可能会有嗜睡的风险。这小小一片会当防止头晕，若是坐飞机坐阵，迄只车顶容易头晕的，打一片啊，会当减少无爽快，因为内面含有一种成分叫做东良当碱。 皮肤吸收后进入血液，会当压制镇定脑干反应，甲呕吐中枢，达到止晕的效果。但是副作用就是会爱困。 会有一些嗜睡啊，或者是口干呐，那眼睛干，就是这些的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些副作用。 那想要困，重点是药效非常久，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，甚至就是到达就是2-3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，可能需要开车或驾驶，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。使用之前爱看清楚药效，用完了后呢，爱记得洗清气，打去的所在，也阁有双手，因为可能也阁有药物残留伫你的皮肤顶，而且嘛，毋是所有的人拢适合。那是青光眼、前列腺肥大的患者。 也阁有老人以及12岁以下的囡仔，医师拢无建议使用。